活到100歲先知道，用一個豬心嚟燉湯啊，作用竟然咁犀利嘅，解決咗家家戶嘅煩惱。人到咗中年啊，諗得多，瞓得少啊，夜晚啊半睡半醒，日頭呢昏昏沉沉。如果有咁樣情況嘅人啊，今日呢個視頻一定要認真睇完啦。有段時間啊，我老媽子晚上覺豬唔好，2、3點鐘啊，仲喺度彈彈跳跳，一下子啊憔悴咗好多啊，睇住都心痛啊。後尾啊，鄉下有經驗嘅人呢，分享咗一個古方書入邊嘅老方法，覺得實用啊，先至分享俾大家。嚟，今日呢啖湯嘅靈魂呢，主要有2個，一個係豬心，一個係酸酒仁啊。呢個酸酒仁啊，對覺豬非常有幫助㗎。首先呢，將個豬心切一切先，喺中間位置將佢輕輕咁切開一下，再界一界，界少少，再將佢清洗一下，將呢啲血水啊，全部將佢洗一洗，咁樣煲湯呢，先至唔會腥啊。首先放入豬心、酸酒仁、乾百合、玉竹、鐵棍山藥、巴旦木、茯苓、桂圓肉，有條件嘅加多啲清水啊。然後扣櫃，先煲佢40分鐘先。OK， 夠鐘，哇，煲到出晒味啦！你睇幾靚啊，成個廚房啊都香噴噴啊，真係正啊！呢啖湯聞住啊都精神舒服啊，煲到出晒味啦，幾靚啊，正啊！你睇下啲料幾多啊，幾足啊，夠濃夠醇厚啊，正啊！哇，我哋先將呢個豬心撈出嚟，切一切佢先。朋友們，我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養生食療小妙招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，可唔可以辛苦大家幫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，鼓勵同支持一下，萬分感謝。哇，你睇幾正啊！好，將佢放返鑊中，再煲一煲。呢啖湯啊，仲正啊！扣蓋，再煲佢10分鐘，啖湯啊就 OK 噶啦，夠鐘啦。好香啊！真係正啊！正所謂食咩補咩。近排啊，我老媽子同我老豆啊瞓得特別香，多虧呢啖湯啊！你睇下啲料幾足啊！聞住啊都想飲啦！咁樣煲出嚟嘅湯又濃又鮮香啊，真係正。最後加返少少鹽，呢啖湯就 OK 噶啦。呢個啊就係古方書入邊記載嘅酸酒仁豬心湯啦。覺得實用先至分享俾大家。如果啊你都想煲呢種廣東靚湯嘅，驚自己唔識搭配或者啊比較麻煩，你可以好似我咁買呢種啊提前配好嘅一整包湯料，入邊啊有少少包嘅，樣樣都同你搭配好噶，一小包啊可以煲一大煲噶，淨係要搭一個豬心就得噶啦。一大包入邊啊有好多小包嘅，我已經啊用得剩低最後一包啦，好靚嘅靚湯嚟嘅。我將佢啊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嘅可以睇一睇。你如果啊啱好有需要，一定要去試一試啦。呢啖湯掂當啊，營養又健康，湯鮮味甜啊！學識咗記得啊轉發俾身邊嘅親朋好友，等佢哋啊都受益啊！